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50章，下面是关系巴比伦甲巴比伦人一对上主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，就伫列邦传播，因宣告，就采大旗，列邦宣告，毋通隐瞒，就讲巴比伦得要沦陷啦。伊的声明比例话真见效，马杜克就生惊，伊的身上拢真见效，伊的偶像拢着生惊，因为对北方有一国要来攻击巴比伦，要互伊一地趴远，无人搁伫遐徛起，连精神嘛走了了。上主讲，时若到，以色列人甲犹大人要做伙，哪行哪好，来找上主因的上帝。因拢面黄色安，得问要去遐的路，因要来甲上主立永远的约，甲伊结连。我的子民变做失迷的羊，因的牧者带因行迷路，互因挖入去山内，因对大山行到小山，找无家己的羊条，拄着因的要甲因吞食，因会对你讲：阮安尼做无做，这是因为因得罪上主，这是因真正通安息的所在，嘛是因列祖所仰望的上主。就离开巴比伦，逃走，脱出巴比伦人一队，亲像山羊港走伫羊群的头前离开。我要发动北方大国的联盟，做伙来攻击巴比伦，因要排阵进攻，甲巴比伦城攻破。因的箭亲像咬射箭的人所射的箭，逐支都射着目标。巴比伦为互人抢，抢掠伊的，拢抢甲心满意足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巴比伦人啊，恁抢我的产业，欢喜快乐，搁跳来跳去，亲像在抡五谷的牛母，亲像勇猛的马大声吼。恁的老母话非常见效，生恁的话感觉闹气。看咧，巴比伦会变做上弱小的国家，变做干燥无水的旷野。因为上主发大受气，巴比伦一定无人徛起，要完全趴远。对遐经过的，拢会着惊，搁因为因所拄着的灾祸，甲因踢笑。射箭的兵啊，着排阵包围巴比伦城，着向伊射箭，毋免保惜恁的箭，因为巴比伦得罪上主。恁着伫巴比伦四围发现，巴比伦已经投降啦，伊的堡垒倒坏，伊的城墙受拆毁啦。这是上主在报仇，恁嘛着对伊报仇。伊安怎对待人，恁嘛着安尼对待伊。野种的甲举念力仔受怪，着拢甲因对巴比伦消灭。为着要闪避来侵犯的军队，城内所有寄居的，拢倒去本族，走转去家己的故乡。以色列是互西赶线的羊，大先互亚述王吞食，后来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压断骨头。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看咧，我要刑罚巴比伦王甲伊的国，亲像我刑罚亚述王共款。我要带以色列倒转来因家己的草坡。因要伫加密
甲爬山食草，搁伫伊法连山区甲基列地区享受遐所出产的五谷。伫迄日，伫迄时，以色列的罪过查拢无，犹太的罪恶嘛找无，因为我要赦免我留落来的子民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，着上去攻击米拉大王的地甲比甲的子民，着甲因全部消灭，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去做。巴比伦境内有交战的声，搁有大毁灭。拍全地的大鸡腿，巴比伦已经毁坏断去啦。你国看到拢着惊。巴比伦啊，你对抗我上主，所以我甲你设活斗。你互伊斗着，竟然毋知；你互人找着、掠着。上主已经开武器库，伫受器中举出伊的武器。即款上主万军的统帅要对付巴比伦，恁着对这个方向进攻，开伊的七仓，甲战利品塔做堆，亲像塔五谷，全部毁灭，无留半项。着刣因所有的战士，甲因拢总消灭。巴比伦惨啊！因受刑罚的日到啦。对巴比伦逃走出来的难民讲：上主咱的上帝特使咱得报仇，因为巴比伦人毁坏伊的圣殿，着召集射钱的兵攻打巴比伦，伫伊的四周围扎营，连一个都毋通互伊走去。着照伊的所做，甲伊报复。伊安怎对待人，恁嘛着安尼对待伊，因为伊骄傲背逆上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因的少年人画伫广场，互人刣死。共迄日，因的战士为互人剿灭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即款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骄傲的人，你看，我要攻击你，我对付你的时日已经到。骄傲的人会跋倒，无人甲伊扶起来。我要点火烧伊遐的城镇，将伊四围所有的全部烧毁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以色列人甲犹太人拢受欺压。遐个掠因去的，甲因掠条条，毋肯放因走。救赎因的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我有大气力，要替因伸冤，互全地得到安息。毋过，我会互巴比伦的子民大惊吓。刀剑会来攻击巴比伦人，攻击巴比伦的子民。甲因的官员以及有智慧的人，上主安尼宣布：刀剑会来攻击术士，因会变做愚妄；刀剑攻击巴比伦的勇士，因就惊吓。刀剑会来攻击伊的战马、战车，以及所有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，因为亲像妇人人遐尼软正。刀剑会来攻击伊的财物，因就想抢夺。伊的河流因为抗旱大窟窟，伊是拜偶像的国家，恐怖的神明，互人癫狂。所以旷野的走兽甲豺狼要住伫遐，刀鸟嘛要伫遐出入。毋过遐无人住，永远无人伫遐徛起。
拄亲像索多玛、蛾摩拉以及因附近的城镇受上帝毁灭，巴比伦袂阁有人住，嘛袂阁有人伫遐寄居。我上主安尼宣布。看咧，有一个民族要对北方来，有一个强的国家，甲真侪君王对真远的所在准备要出征。因举弓举枪，残忍无情，因的声亲像海涌哗哗吼。巴比伦人啊，因骑战马，团结同心，摆阵要攻击你。巴比伦王听到即个消息，手拢软落去，伊非常痛苦，亲像产妇在催阵。我要亲像狮对约旦河边的树林出来，去攻击青喙草埔的羊群，真紧甲因赶走，离开因的国土。我竞选什么人，就派伊统治即个国家。啥人会当甲我比？啥人敢传我出庭？倒一个统治者敢对抗我？恁着听上主攻击巴比伦甲伊的子民的计划，因连上弱小的都会互人拖走。我一定会互因徛起的所在荒废。巴比伦倒坏的声，互地大震动，人哀哭的声，传到列邦。